美国有29个州即马是联合去提告 Meta， 讲指控伊的面册甲 IG 平台呢，这演算法是有调工设计，或者的青少年甲儿童是直离袂开，甚至佫引起郁卒等等的心理伤害。目前这案已经伫咧加州开庭啊 ，Meta 是有可能会互人罚上调美金的钱，同时嘛有可能爱改变伊演算的方式。 反映大楼外口规定家属咧抗议，顶悬148个青少年的相片也有名，这个囡仔因社群媒体危害上后壁行地路。He was almost 16 when he took his own life after a 5-hour encounter with an adult criminal posing as a beautiful young woman. 这个案件互看作是美国史上规模上介大消费者保护诉讼之一。律师咧开庭的时阵就讲，Meta的商业模式就是要甲人白条条。起诉书就直接点名社群媒体会当一直背无大底，也有自动放影片甲起赞的机制，这拢是咧控制人的多巴胺会互人见掉的设计，甚至指控 Meta 非法收集13岁以下囡仔的数据。This is about our children, the next generation, our kids. They deserve to be safe. And Meta has acted unlawfully here. We are here to hold them accountable. 要甲社群媒体改掉到底有偌困难？专家讲，这就亲像咧耍考彩罐共款，观众永远唔知影后一篇大文是会好笑还是会无聊。这款的状况对互咱的头壳一直分泌会兴头的物质，佮加上这版面会互你一直背无大底，不知不觉几6点钟就过去啊！对着青少年来讲，根本无抵抗力。Zuckerberg looked the public in the eye and said their platforms were safe. Well, Mark, look me in the eye because you're a liar. 捌伫 Meta 内底做工课的人嘛，出面来作证，讲青少年来接触这多样的内容的人数是比 Meta 公布的数字悬至少100倍。更加强调 Meta 的高层早就知影这个平台是会危害青少年。虽然公司是辩讲会见社群，这唔是医学的诊断，而且继续推出家长的控制工具。啊，不过判决若是成立 ，Meta 唔来面对上济1条4000亿美金的罚款，无得卡这款会互人见掉的演算法嘛爱停用，彻底改变全球社群媒体生态。公司新闻4派选编译。